续来到台南后壁区的上佳东，有一个秘密的新景点——铁道莲花。这个莲花大开，搭配着火车安尼驶过去，迄个景有够水。 伫咧台南后壁区桥东路一段莲花田，莲花怎开花，搁到达无共时段火车经过，请真侪旅客家来遮翕相。摄影爱好者、铁道迷他们会来拍这个凤凰花火车，然后有一个高雄来的年轻人就建议说，如果可以在这边种莲花的话呢，哇，搭配火车拍起来会很好看。 莲花田含真侪种火车经过所翕落来真水相片，伫咧网络一直传。伊在这个景点哦，算得比较特殊啦，配合那个火车哦，这样起来画面哦比较丰富啊，比较壮观啦。最近因为民众来遮赏花，拢甲车黑白擦，影响到附近民众。莲花田的主人都呼吁民众，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，甲车插伫咧因指定的所在，莫造成别人的困扰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